我哋係院牧部同事，好想同你同行。無論你有冇宗教信仰，只要你想嘅話，而家可以放鬆心情，跟住我一句一句祈禱，讓主會細聽我哋真誠嘅心聲。親愛嘅主，你係至善嘅，知道同明白一切。我願意你加倍與我同在。我住喺醫院中，喺呢張病床上，願你嚟看顧我。你最清楚我而家嘅境況，最知道我身體嘅需要。你最明白我而家嘅心情，我一一向你細數。願你讓我得到好好嘅休養，得到最合適嘅治療。求你賜醫生有智慧又細心，準確判斷病情。求你賜護士們有足夠嘅精神，同能力去照顧病人。求你使醫院各工作人員都順利平安完成工作。又求你看顧我身邊嘅其他病人，願佢哋喺病患同痛苦呻吟中，同樣得到你嘅安慰。願你使我內心充滿平安，因為有你嘅愛與我同在。我深知道你所賜予嘅力量足夠我用，叫我喺病痛中更多感受到你嘅扶持。願我心得安穩，唔使擔心懼怕，將前面嘅路全然交託。我就感到平安與滿足。我所掛念嘅屋企人同朋友，
求你保守看顧，安慰佢哋。求你保守屋企人出入平安，有心力照顧病患中嘅我。親愛嘅主，求你賜我有力量，你係我患難中隨時嘅幫助。聖經上寫到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。願你賜我喜樂與平靜嘅心，減輕我嘅痛楚。以上嘅祈求係憑住真誠與盼望嘅心呼求。我哋同心一齊講：阿門。